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5章，着行透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四界探听，伫城门口找，看会当找着一个行公义、追求真诚的人抑无？若有，我就要赦免这个城。因虽然起活活的上主咒詛，毋过因就会抓是假的。上主，你竟毋是伫找真诚的人？这城的人，你拍因，因毋知疼；你毁灭因，因毋肯受教；因固执硬心，毋肯回头。我想，因是善者，无知的人民，因毋捌上主的道路，毋知上帝的命令。我就去找有权势的人，甲因谈论。因应该捌上主的道路，知因的上帝的命令。哪会知因竟然讲长担，偷开说，无要顺服上主。所以树林会使会来甲因吞食，野外的豺狼会来咬死因，城外的豹在长等因。老人出城一定受拆喙，因为因不时违背上主，对上主不忠的事算袂了。上主讲：我若着赦免恁，恁的囝儿放杀我，搁起假神咒詛，我互因把祝，因煞去行淫，规阵去窥伫妓女的厝。因亲像饲饱乞笑的马，往厝边的某哭丝仔。因做这个事，我兼毋免办，亲像即款国家，我兼毋免报复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恁着去毁坏伊的葡萄园，毋过毋通甲因毁了，干那错伊的基，因为因无属伫上主。以色列家甲犹大家完全背叛我，上主安尼宣告：以色列毋承认上主所讲的话，讲上主袂做甚物，袂讲灾祸，袂互咱拄着战乱，也是饥荒。先知的教示不过亲像一阵风，上主的话无伫因内面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对我讲：因既然安尼讲，我要互我藏伫你喙内的话诚做火，互这的人民诚做柴，火要甲因烧掉。上主讲：以色列人，我要互一个国家对真远的所在来攻击你。这个国家真强，历史悠久，因的语言恁毋捌，因讲甚物恁听无。因拢是勇猛的战士，因的箭地亲像拍开的网，会当射死真侪人。因要甲恁的五谷甲米粮食了，吞灭恁的后生查某囝，搁吞食恁的牛群羊群，将恁的葡萄甲无花果食甲拢无剩，搁用刀剑毁坏恁所倚靠坚固的城。上主讲：就是到迄时，我嘛袂甲我的子民彻底毁灭。因若问上主，阮的上帝是安怎甲阮做这个代志？你着甲因讲：既然恁放杀我，伫恁家己的土地服侍别个神明，恁嘛要亲像安尼，伫毋是属恁的地服侍外族人。着甲雅各的后代传报，甲犹大的人民宣布：恁即个戆佮无知的人民，着注意听，
恁有目睭毋久看无，有耳孔毋久听无。上主讲：恁毋惊我是无？伫我的面前袂惊遐鸟带是无？我用山甲海设永远的界限，互海袂当超过。海涌拨来拨去，称悬嘛袂当盘过。毋过，即个人民固执、忤逆、背叛我、离开我。因心内拢无想，咱着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伊照时赐春林秋雨互咱，搁甲咱定修行的季节。恁的罪过，煞互风雨失掉；恁的罪孽，互恁袂当得到福气。我的子民中间有歹人，因亲像掠鸟的人，埋伏长等，设活斗要掠人。因规厝间拢是开闸，亲像鸟笼仔内拢是鸟，所以因好业搁有势。因红过赤刺，做人歹待。因无替孤儿伸冤，嘛无替散赤人主持公道。上主阁讲：因做正的事，我减毋免甲因办；亲像即款国家，我减毋免甲因报复。恐怖惊吓的事竟然伫即个国家发生。先知讲假信息，祭司落悬。我的子民嘛意爱安尼，审判到的时，看恁要安怎。